Hello，大家好啊！我係狄更斯，今次想同大家就分享關於日本自駕遊嘅心得嘅。事緣早前有老友就聯絡我，詢問我關於日本自駕遊嘅問題嘅。因為稍後佢會首度喺日本自駕遊嘅，所以希望我分享一下日本自駕遊嘅經驗。喺同佢討論當中佢最為擔心就係汽車導航嘅問題嘅。而我係強烈建議佢用翻車輛內建嘅導航系統，再加上 Map 曲嘅使用係去編排行程嘅。朋友就有問用 Google Map 唔係最方便咩？其實係冇錯嘅，Google Map 係好方便，不過大前提你係要有網絡先至可以嘅。尤其當你喺荒山野嶺時就未必可以用得到，除非你事前已經下載咗離線地圖。但係假如途中行程有更改而又冇網絡嘅話咁就麻煩啦。另外，我亦都有討論Google Map 喺導航中不時係帶領駛經一啲迂迴小徑嘅，費時失事，所以我始終習慣咗使用車輛嘅內建系統嘅，同時亦都可以避免佔用咗我嘅手提電話。而家車內嘅導航系統除咗能夠搜尋目的地之外亦都包含咗附近嘅，例如停車場、加油站、超市、便利商店等資料嘅。就算佢係使用日文界面，睇一下商店嘅圖示列表就知道係代表乜嘢啦。另外喺導航中畫面會顯示路面嘅圖像嘅，同真實嘅冇乜分別，預先提示你進入去邊一條線，所以比 Google Map 更加清楚同埋窩心嘅。當然你要識得日文輸入，有地點電話號碼同埋地址先能夠使用車內嘅導航系統，所以一定要做一啲前期嘅編排工作先至可以。但係由於郊外嘅景點係冇電話號碼嘅，就算店鋪嘅電話或者都只係有關公司嘅登記號碼，未必係你想去嘅目的地。所以 Map 曲喺呢方面就可以解決以上嘅問題啦。Map 曲就係日本獨有嘅地圖系統，由 Denso 呢家日本汽車零件製造商所開發嘅。佢透過將整個日本地圖不斷細分為一個個小方形單位，主要就由松加 block 加 unit 咁去組成嘅。通常就係7到11個位數字不等嘅。其實 Map 曲嘅原理係一種將經緯度轉換為一連串數字嘅代碼。喺 Google Map 嘅應用程式中其實你係可以通過滑鼠右鍵點擊地圖嚟獲取該點嘅經緯度坐標嘅。但係當然，相比要輸入一連串數字嘅經緯度，Map 曲相對地就會比較簡單啲啦。喺汽車導航系統中就會方便啲輸入，就直接去到目的地。你可以喺 Mapium 網頁又或者手機 App 內查閱 Map 曲。打開 Mapium 網頁，如果你係熟悉日本地理位置嘅話可直接喺地圖上你想去嘅某一點點落去，按滑鼠右鍵就會出現一個資料盒，咁佢會詳列咗嗰一點嘅有用資訊。再按地圖 URL， 你就會睇見 Map 曲圖像下方格有一組長達7至11位嘅數字，呢個就係嗰一點嘅 Map 曲坐標啦。如果係唔熟悉日本地理位置嘅話，可以直接喺左上角方格輸入地址又或者電話去搜尋。但係可惜 Mapium 網頁版又或者手機版只可以用日文輸入，唔識日文輸入法嘅話都會有啲唔方便嘅。不過唔使擔心，有唔同方法係可以解決嘅。第一個方法就可以先喺 Google Map 搜尋有關地點，複製咗佢日文名字之後，再去 Mapium 搜尋有關 Map 曲。好多時都會有幾個結果顯示出嚟嘅，咁揀選你想要嗰個就可以噶啦。如果係想用中文或者英文去查詢 Map 曲嘅話咁就可以考慮用第二個方法，就係唔用 Mapium 啦，改為用 Map 曲 Plus 手機 App， 使用好簡單，直接輸入中文或者英文去查詢 Map 曲就可以噶啦。日本大部分大型連鎖租車公司嘅車輛導航系統都係支援使用 Map 曲嘅。當然，小型中車公司因為車輛系統為舊型號就唔一定會支援到使用 Map 曲，所以不論係邊一間公司租車，習慣上我都會要求車輛需要提供有支援使用 Map 曲嘅導航系統，咁樣就會萬無一失啦。如果車輛內建嘅導航系統係支援使用 Map 曲嘅話，喺個系統螢幕上你係可以睇到 Map 曲嘅圖像，又或者日文字，撳入去輸入 Map 曲，確定目的地之後
就會完成噶啦，十分之方便。喺編排日本自駕行程嘅時候，我會同時間使用 Mapium 同埋 Google Map 去搜尋景點嘅。好處咧就可以順道以 Google Map 嘅街景地圖複合翻有關位置係咪正確，又或者係咪最適合我今次嘅行程。尤其係啲郊外嘅景點，好多時我都要確定究竟嗰度有冇泊車地點嘅，因為經查詢嘅 Map 曲未必係我想到達嘅實際地方嘅。或者試舉係一個例子呢，假設而家我想去鹿兒島嘅紅川支龍，喺 Mapium 搜尋紅川支龍後呢，就會出現3個地點嘅，其中2個呢都係紅川支龍上流展望所，但係呢就唔係我心目中想去嘅位置嚟嘅，因為我知道現場呢係有報道係可以直達紅川支龍另一個展望台嘅，可以近距離去欣賞瀑布嘅，而符合我所想嘅位置嘅 Map 曲登記嘅名稱呢，反而就係 Aqua Base Cafe 嘅，亦即係步道入口嘅停車場。所以如果你只係用名稱搜尋後照單全收，而唔去複核，係有機會出錯嘅。Map 曲咧就雖然甚為精準，但係始終實際使用嘅時候呢，仍然會有偏差嘅機會嘅。尤其係位於一啲大城市嘅景點，又或者酒店，因為有太多天橋同埋隧道設施，影響咗導航系統嘅準程度。我曾經試過喺東京使用 Map 曲嘅時候，由於嗰間酒店係靠近某條高速公路，雖然計劃行程嘅時候呢，我都確認搜尋咗正確嘅酒店 Map 曲，但係由於唔同嘅牌子嘅車輛導航系統或者會有偏差，當車輛喺高速公路接近個酒店位置嘅時候呢，系統已經假設完成咗導航，所以令到我要再搜尋另一個酒店附近地方嘅位置，兜咗幾公里之後呢，先能夠到達個酒店。情況都幾狼狽下嘅，所以記住喺編排行程搜尋 Map 曲嘅時候，如果估計會有上述嘅變數嘅話呢，我會揀選離高速公路遠一啲嘅位置去讀取有關嘅 Map 曲嘅，確保車輛就可以到達酒店附近嘅地方。日本自駕遊嘅時候，使用 Map 曲同埋 Google Map 各有優缺點，所以我建議兩者配搭使用，以應付唔同嘅情況。等個行程更加順暢。Map 曲嘅優點呢，就係定位精準。喺日本呢，門牌號碼有時都唔夠精確嘅，特別喺郊區或者鄉下地區。而 Map 曲呢，就能夠直接導航到去景點、飯店又或者停車場嘅指定位置，減少走錯路嘅風險。而使用車輛內建嘅導航嘅時候呢，就唔需要依賴網絡連線。喺信號唔好嘅偏遠山區或者郊區呢，就會非常之實用啦。好多車輛導航系統咧都會提供更詳細嘅交叉路口示意圖嘅，對於複雜嘅路口咧能夠清楚指示，避免走錯路。當然 Map 曲都有佢嘅缺點，你要事先查好有關目的地嘅 Map 曲，如果臨時突然要改變行程嘅話咧，你就要再嘥啲時間去查新嘅代碼啦。雖然都叫要簡單，但係咧都要輸入一連串長嘅數字嘅，咁當然就冇用手機搜尋咁直覺噶啦。喺上面我都提過，部分租車公司嘅導航系統呢就可能比較舊嘅，咁喺地圖資訊亦都未更新，所以引致到呢你用 Map 曲係搜尋唔到個景點嘅。至於 Google Map 嘅優點，當然就係佢資訊豐富啦，佢可以直接用中文輸入地名或者電話號碼去搜尋，亦都提供店家嘅評價、營業時間、照片等詳細資訊，佢能夠提供即時嘅路況、交通堵塞嘅資訊，並自動重新規劃路線。Google Map 嘅視覺化界面操作簡單啲，用手機呢就可以完成所有操作噶啦，所以方便你隨時調整行程。當然 Google Map 都有佢嘅缺點，導航過程需要全程依賴網絡連線嘅。咁如果就喺山區或者鄉下地方啲信號不良嘅時候呢，就可能會斷線噶啦。有時 Google Map 為咗尋求最短嘅路徑呢，係會將車輛導航去狹窄嘅小路。對於唔熟悉日本路況嘅駕駛者呢，就會頗為不便噶啦。長時間使用手機導航呢，會消耗大量嘅電力嘅，所以你一定需要準備車用充電器或者行動電源嘅。其實想自駕遊嘅行程順利嘅話呢，事前都有一啲工作真係要做好嘅。例如我都有以下嘅習慣嘅：一就係出發前會先用 Google Map 查好目的地，同時亦都備妥咗重要嘅 Map 曲同埋電話號碼。第二，喺市區或者信號穩定嘅地方，我就會使用 Google Map 方便快速地搜尋同埋查看個店家嘅資訊嘅。
第三，前往山區或者郊區時就改用 Map 曲搭載車輛導航，避免因為網絡不穩咧而迷路嘅。第四，喺租車時建議你使用車載導航同埋 Google Map， 當其中一個系統出問題嘅時候，另一個就可以作為備用啦，確保旅程萬無一失。第五，準備好手機架同埋車用充電器，亦都可以下載 Navi Beach 呢個 app， 將 Google Map 嘅位置轉換成 Map 曲。Navi Beach 係一款免費嘅應用程式，能夠等你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搜尋地點，並可以將目的地傳送到去車內嘅導航系統。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希望上述分享對大家有用啦。咁喺日本自駕遊嘅時候呢，就會玩得更加開心啦。好，拜拜。